咱们今天聊这个铜台县地灵铜台府地灵县寇洪寇员外。到这里啊，这个《西游记》取经差不多就快结束了，也是这个唐僧啊脱胎换骨最后一站，叫寇洪这儿寇员外。这个唐僧师徒几个人呢，往前走啊，走到这个应该叫铜台府地灵县，然后准备到一个客栈去这个在那儿住一晚上吃。结果那客栈的老板就说了啊，这你们是和尚，你和尚不要在这儿住。唐僧就说：“哎，和尚为什么不在这住啊？”他说：“你嘛可以往前走，前面再往右一拐，有个什么样的楼啊？上面是这个半僧不祖有那么一个牌匾，你到那儿去，那个是寇大官人家，他们专门斋僧，对吧？你知道和尚去他那免费吃喝，对吧？娱乐一条龙。”唐僧一听这好啊，对吧？然后带着孙悟空、猪八戒，他们就奔那个地方去了。结果一去就看见那个叫万僧不祖，也就是说10000个和尚去他的不阻挡，对吧？就进去吃。唐僧他们就去了，进去之后就碰见那里面人一看见唐僧师徒几个人就吓坏了，这就是妖怪啊，这个恶的好丑，赶紧进去报告，那个员外就出来了。员外就跟唐僧一聊，那员外就特别开心啊，像见到亲人一样。说员外叫寇洪，他从小啊，他40岁开始吧，就开始发下大愿，要斋僧，斋10000个，就是资助和尚、招待和尚，万民就圆满了。这是他自己发下的宏愿，正好现在是9996个，还差4个，正好你看唐僧师徒4个人正好，所以他非常开心的，正好你就这么巧，差4个，正好来的就是4个，所以这个一下这个寇员外就觉得自己圆满了，所以他就特别开心啊，就拉着这个唐僧啊，赶紧让这个家里的仆人准备这个斋饭招待他。结果家里的仆人呢就开始收拾的时候啊，也动静太高兴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一下就圆满了，所以说惊动了这个寇洪的老婆，对吧？叫穿真儿。寇洪老婆说：“哎，赶紧这问那仆人呢，你们不开心干啥？这跑忙里忙外的。”仆人就跟他说了：“哎呀，老爷这个接待了4个和尚，东土大唐来取经，这个正好10000个了。好，这个穿真儿，他说赶紧我也穿衣服去看看，凑个热闹。”穿真儿在仆人啊把衣服穿好之后，跟着那些仆人去看唐僧师徒4个人。这个寇洪的2个儿子，一个叫寇洞，一个叫寇良，就是栋梁啊。这2个叫秀才嘛。这2个人，那仆人给他报告说：“哎，二位公子回来了。”就这2人一听说那个东土大唐来的和尚来这儿，也很开心。跑来也要看看，所以他们都特别客气。完了，这个就开始吃啊，吃完之后，第2天呢，就唐僧就说：“我赶紧走啊，对吧？我取经，马上就到，前面就到了啊。”那个寇洪说：“啊，灵山还就剩几百里了，几百里就到了，就相当于他这是最后一站。”那个唐僧说：“那我们就是到了，我们赶紧去啊，对吧？去了完了回来，我们再这儿待。”寇洪不让，寇洪说：“你刚来，对不对？你是东土大唐来的高僧，来这儿怎么着的，有德啊，有法，你在这儿帮我们做水陆什么之类的法会啊。”唐僧被逼得没办法，在那儿又待了1天又1天。然后这个寇洪啊，就把那个附近的所有的这个乡绅，对吧？那些什么亲戚、七大姑八大姨，那些所有信佛的都叫来，轮流在这儿搞宴席，请唐僧。唐僧就待了1天又1天，据说待了半个月吧，就在那儿走不了，就是特别客气。但是猪八戒又不想走，因为猪八戒他天天要吃，你知道吧？天天在那儿吃的脑满肥肠的，他就好开心。孙悟空也不着急。好，唐僧着急啊，要走。结果第2天，唐僧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必须走，再不走，对吧？我这个出来取经啊，跟志明答应好的，唐王答应好的是3年。皇帝问我多长时间回去，我说我3年，现在14年了，还没到灵山，不能再耽误了，所以他就执意要走。结果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穿真儿就说了啊，哎呀，说我听说啊，每个人修每个人的这个因果，这个寇洪啊，就是她的老公，寇洪请4位高僧啊，吃了15天，供奉了15天，这是他的这个功果。我呢，对吧？虽然我是个妇老人家，但我也信佛啊，我也供奉你15天，给个面子，对吧？我修我的，他媳妇要供这个唐僧师徒4个人15天，这唐僧不干了，我15天我耽误不起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时候寇良、寇洞啊，就是他儿子2个人，哎，他也接话，他不光我妈也请你15天，我也该请，对吧？这么得道的高僧，马上去见佛祖啊，这么厉害，我也要供奉。我虽然没什么钱啊，我现在在上学，对吧？读研究生，但是我平时那个零花钱我也攒了不少，我请你15天还是可以的，我也请你15天。唐僧疯了，你知道吧？唐僧你妈15天我都不能吃，还吃你的15天，不行，马上走。那猪八戒就不干，猪八戒说这个，我靠，好不容易要请我们吃1个月，你着什么急呢？这个老和尚，对吧？一天到晚就要走，在这吃1个月就走呗。然后那个唐僧就骂那个憨货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说你说我们取经回去啊，
回到长安，天天让你吃御膳房的，你知道吧？吃死你！唐僧这个猪八戒吓得不敢说话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唐僧寇洪一看没办法，寇洪说那这样子吧，今天还再待一晚上，明天我安排人送，就是搞个仪式啊，欢送，把附近的和尚道士都叫来，给你搞个吹鼓，举办个欢送，对吧？晚会欢送仪式。唐僧一看实在是推脱不了了，就只好再住一晚上。第二天啊，早上起来，这个寇洪啊也请更隆重。平常4、5天都是在什么地方吃饭，这一次对吧要欢送，所以在更大的一个客厅里面，寇洪把他的亲戚邻居都叫来了吃完之后，走的时候又来了一帮和尚道吹鼓手啊，在那儿奏乐，对吧？军乐团或者佛乐团啊送，唐僧搞得受宠若惊啊。然后这个寇洪还给他送银子，把路上盘缠。好，就这样，唐僧猪八戒他们就走了，送走。这结果巧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地灵县有几个流氓强盗，就是赌博啊和家当的赌输光了，然后就天天靠打劫为生，打劫啊。那天他们正好商量要去哪儿打劫，正好看见那个寇员外送这个唐僧他们出门，送了一里又一里，送到10里长亭，对吧？然后最后才挥泪啊告别，正好被这一帮强盗看见了。这帮强盗一想，那就去寇洪家抢了，所以晚上他们潜伏在城里面，晚上就到寇员外家进去。这帮人一进去之后，拿着灯，拿着火把在里面开始翻，所有的寇洪家啊，寇员家所有的人呢，吓得躲起来，躲到床底下，躲到房间里面不敢出来。这帮强盗就在里面拿金银财宝翻箱倒柜的找，最后他们也找这要走的时候，这个寇洪啊急来跑出来说：“哎呀，说你们差不多就行了啊，取一点走吧，我也不管了，你给我们留一点啊，留给我们养老。”就寇洪出来就讲这话的时候呢，有个强盗啊上去一脚踹了寇洪，这寇洪他妈挨了这一脚之后，正好倒地撞倒了，晕过去了，死了。然后这帮强盗啊拿着东西抢着东西走了，翻墙出去了，翻城墙出了城，他也往西走啊，往西走。然后结果这个强盗一走之后，这个寇洪他们家人就出来，这些仆人呢一看老爷倒地上口吐鲜血，一摸没气了，这个他俩儿子寇良、寇栋就很伤心啊，哭啊。然后这个穿正儿就他老婆说，他老婆主要是按照原著说法啊，因为他老婆比较就是他认为是唐僧这个灾星，对吧？你如果在这多留几天，那也不至于今天有强盗来抢；如果你要不来，也不至于有强盗来。总之一切跟唐僧师徒4人有关系，就是你们导致的这个惨案，罪魁祸首是唐僧师徒几个人，是他迁怒于唐僧师徒4个人。然后这个穿正儿就把他儿子叫来，他说啊，当时我躲在床底下看见了，一切我都看见了，是唐僧啊打着火把，猪八戒举着刀，猪八戒杀人啊，是孙悟空是干什么吆喝，这个沙僧啊在那抢财宝往兜里装，他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谁干什么具体分工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他儿子就说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得去那个州府啊告状，对吧？通台府，那告状怎么写呢？穿正儿就说了，你就写，对吧？有什么唐僧打着火把，明火执仗，打着火把，这罪大恶极，你知道吧？明火执仗嘛，这个孙悟空是对吧？就举着刀什么的，然后八戒杀的人，沙僧啊抢的东西，写个状交给这个知府大人。好，天不亮，这个兄弟俩马上写了个状子，递到通台府那个知府大人呢。这个知府大人呢也是想搞点政绩啊，所以非常认真，拿着这个一看，对吧？这个告状人在这儿，人赃俱获，人也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赶紧拿人呢，所以派人啊赶紧去追这个唐僧师徒4个人。而这个唐僧师徒4个人呢，往出走了大概几十里路，这个天就黑了，走不动了。然后正好看那个破庙啊，那个破庙正好是哪个菩萨的那个庙，名字我忘了啊，哪个菩萨的庙，破庙很破败，大概离那个地灵县通台府地灵县大概50公里，50里路。然后他们没地方睡啊，正好在这儿住一晚上，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他们接着赶路的时候，正好又碰见那帮强盗，那么强盗在他前面山窝里面正准备分钱，看见唐僧他们来了，哎，那强盗就说了，还有人送上门的买的。唐僧从那个寇员外家出来，肯定拿了不少钱，拿了不少盘，自己身上还有好多钱，正好把他抢了不就得了吗？这是送上门的啊，不抢高的。所以这帮强盗就上去喊那个和尚，对吧？留下买路财。那个唐僧一看他们，吓坏了，又吓尿了，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然后这个孙悟空马上就说了啊，说有事了，麻烦来了，跟唐僧说师傅别怕，我去。孙悟空就跑过去问他们几个人干啥。那些强盗说了，你听不懂是吗？听不懂人话，打劫，把钱留下来。孙悟空一听啊，打劫是吗？说打劫你冲我一个人就行了啊，我管钱。他们这些人呢，一个是老头啊，在那儿，还有一个那个胖子，对吧？那是我请来的仆人，牵着马的，还有一个挑担子的伙夫啊，我管账，钱在我这儿。说你呀，你让他们先走，我把钱到时候给你。这个强盗一听，哎，这还挺懂事，你别看这人啊，对吧？剑走河塞的，挺会办事，所以说就把唐僧他们几个人放了，让他们走。孙悟空说等他走，我把那个钱给你。结果等那个唐僧他们一过去。
去啊，孙悟空马上使了个法术，把这个强盗给定住，定住，然后这个唐僧他们又回头啊，然后猪八戒又回来啊，然后孙悟空就让猪八戒说搞绳子把他们都绑起来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猪八戒没绳子，孙悟空把毫毛一变，变成很多绳子，把那小强盗全部绑起来，绑了之后，那强盗就醒了，缓过来了。孙悟空就问他，拷问他，这个时候强盗就傻了，知道了咋回事了，所以只好老实招来啊，说他们晚上去了那个寇洪家，把寇洪杀了，抢了他的钱，然后在路上又遇见唐僧这4个人。孙悟空一听，准备拿棍子把他们全敲死，但是呢，孙悟空转念一想，算了，等我把这人都敲死之后，这个唐僧又得念咒，对吧？又得念紧箍咒啊，又得埋怨我，马上就要到灵山了，不想惹事，所以就把这些人给放了。一吹啊，那些人手上的绳子就没了。这些强盗一看，赶紧跑啊。然后这个唐僧就说了啊，这帮强盗把寇员外家东西抢了，在这儿珠宝，我们给他送回去，是吧？我们也感谢他们在他家吃了半个月。这孙悟空说对，所以他们就往回走，拿着寇员外家的东西，结果正好就被官军给逮住了。官军啊，把他们一抓，说你们4个人强盗。孙悟空跟唐僧一听，这不误会嘛，对吧？人家官府管啊，把他抓回去那个通台府的那个知府一看，他说东府大唐的这高僧来取经的，人家不信，对吧？这边有原告，证据确凿，说你们偷了人家东西，你看赃物在你们手上，虽然你说是送回来，但是谁能证明呢？对吧？你是把强盗人呢？你说的强盗人呢？孙悟空把强盗放了，所以说没有人把他逮起来。不先说这个和尚，这个老和尚就是唐僧啊，不老实，给他上紧箍咒，上绳子勒他脑袋，这个那个，你看这讽刺啊！这个唐僧天天给孙悟空念紧箍咒，就是那个金箍啊，越勒越紧嘛，头疼。这个佟太府知府给唐僧上紧箍咒，拿那个夹子夹脑两个衙役啊勒。孙悟空一看，说这老头马上就要到灵山了，就给他勒，万一勒坏了，对吧？勒死了，这不是白跑了吗？所以孙悟空马上就说不行，是吧？这个打人的是我把人全打死了，是我打的，跟这老和尚没关系啊！你要勒先勒我。那个知府一听也有道理啊，主犯这个猴子勒他，所以让2个人拿绳子勒孙悟空的头，结果勒没用，绳子到勒断好几根，勒了没用之后，知府累了，知府先把他们收押，明天再审啊。结果孙悟空他们4个人进监狱的时候，那牢头啊就开始盘剥，把唐僧的袈裟，把唐僧的那个帛要好处要钱，他们也没钱就抢东西，好吧？抢那个把唐僧的那些东西马都没收了，马也没收了啊。好，等到晚上，那这4个人，唐僧就说那怎么办呢？孙悟空说我自有办法。夜里孙悟空就飞出去，变成一个小苍蝇飞走。然后第一个他跑到那个寇洪家，那寇洪家正在出殡啊，就是那寇洪不死了吗？在棺材里面。然后这个他们家人在守灵，孙悟空就在那说话，他变个小苍蝇在那，他说话，他说那个穿真儿就那个寇洪老婆都是你搞的鬼，你别在这什么的啊。但是守灵的有很多人一听吓坏了，知道吧？这还有人说话，你想诈尸，这是吓得跑了。最后就剩那个穿真儿还儿子在那走不动。然后孙悟空再接着说啊，说你们冤案，对吧？老爷还没死，你们这是冤案，赶紧去这个撤。然后呢，这个孙悟空又跑到那个知府家去，也变成个小疯子，跑到知府，看见知府啊正在给一个画像在那拜佛，拜那个画像，大概是知府的叔叔吧。然后结果孙悟空又在那说话，在扒着画像上说话，说你呀最近判的这个案子判错了，那人不是孙悟空杀的，不是唐僧杀的，大概这意思啊。结果那个知府也吓坏了，知府是拜佛那拜他叔叔那画像，他叔叔以前资助他科举，所以他感激他能有今天啊，他知府是感激他叔叔。结果他叔叔在说话，他一听吓坏了，这怎么回事，对吧？他叔叔怎么知道他在审这个案子？完了之后还审错了，说他。后来这个孙悟空他跑到地灵县去了，找那个县老爷又托梦，大概这样的啊。结果第2天再审的时候，那个知县呢就赶紧跑到这个知府这儿说啊，不对，这个不能再抓他们4个人，这个事情搞错了。这个知府一听有可能搞错了，所以这个孙悟空又跑去啊，跟这个又去托梦。这回他是假装寇洪本人在说话，在棺材里说话，把那个寇洞柯南吓坏了。这他爸真诈尸了，说啊，你们2个啊，赶紧去销案，把案子撤了。这个事情跟唐僧没关系，如果你把案子消了，我这命恐怕还有救呢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这里兄弟俩赶紧去销案。这边的孙悟空呢，他就跑到阴曹地府去找那个地藏王菩萨，问这个寇洪这个人魂在哪，谁把他抓走了。然后这个地藏王菩萨一看，查了半天，说寇洪这个人60几岁啊，64吧，说啊，你也就是阳寿一到了，但是谁抓的不知道。
后来就查到是哪个阎王啊，说没有派人去抓这个寇洪，而寇洪自己来的，就是他阳寿到了，寇洪自己来的，不是人去抓的。然后看到寇洪的孤魂野鬼来了之后，这个阎王这叫什么阎王忘了啊，就是觉得这个人比较善，他可以为了免得让他成为孤魂野鬼，所以把他留在他那个做个秘书啊，做个秘书。这样既然大圣来要取，对吧？这个寇洪一看见孙悟空，马上跑过来让孙悟空救他啊。孙悟空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求情一说，然后就把这个魂把寇洪带回去了。结果寇洪就在棺材里面就醒了，开始敲棺材，把他一家人吓坏了。后来谁胆子大，把那个棺材盖给他掀开，寇洪坐起来了啊。然后这个赶紧啊去给那个知府啊说，对吧？搞错了，知府啊就把唐僧他们放了，就这么个事情。然后孙悟空就找那个穿正儿，为什么要陷害他？这个寇洪啊，好像小时候家里也一般，不是那么有钱。后来为什么有钱了呢？是因为他遇到这个穿正儿。穿正儿旺夫，他跟穿正儿结婚之后，穿正儿家里也有钱，再加上他很旺夫，所以说这个寇洪啊跟穿正儿结婚以后，慢慢的家财就慢慢就多了，就千亩粮收租子，所以他在有那个实力有钱去摘僧啊，摘1万名和尚，这是他的愿望啊，就这么个故事。后面唐僧他们就到了这个凌云渡啊，对吧？就到了那个叫什么，就是灵山脚下啊。那这个寇员外这一集啊，就特别有意思啊。寇员外这一集为什么有意思呢？就首先第一个，咱们以前讲叫灭法国，灭法国那个观音菩萨跟孙悟空说啊，这个灭法国国王他要杀1万个和尚，现在已经杀到9996个了，还就差4个，就你这4个。言下之意，你们却正好人杀你4个，凑1万。这回到这个同台县、同台府、地灵县，正好反过来，这个寇大员外他要摘僧摘1万名，哎，现在已经9996个了，还差4个，就你们正好你说就这么巧啊？这是第一个啊，就第一个有意思的。第二个就是那既然这个寇洪啊这么乐善好施，专门摘僧善待这个和尚取经的，那怎么他64岁就要死了？就没有好报，善有善报，他一直行善，但是就没有好报，64岁就死了。你想啊，这《西游记》上动不动就普通人啊，动不动就80多岁了啊。那樵夫他妈砍柴的他妈就83，对吧？还有什么，反正80多岁很多。你说寇洪64就死，阳寿这么短，他还是善人，对吧？还摘僧，所以这个不符合佛教那个理念，对吧？善有善报，这个也挺有意思啊。所以就怀疑这个寇洪啊，他这个善到底是什么善？是真善还是假装的？然后这个穿真儿为什么要陷害唐僧，是吧？唐僧就因为没有接受他的斋供，他要再斋，他儿子再斋半个月，唐僧受不了了，就因为这个他就记恨，要陷害唐僧。所以说我在想啊，这寇洪他善，他是真的善吗？佛教说了啊，对吧？善有善报。既然寇洪他没有好报，那说明寇洪这个善他不是真善，对吧？他是为了善而善，他是为了自己圆满，是一万个和尚，对吧？他并不是发自肺腑的要去帮别人，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指标，自己的一个愿望。所以他那个善不是真善，他不是真善，对吧？包括他老婆穿真儿，他更谈不上善，是吧？他要摘僧，和尚不答应，他就记恨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一集很有意思啊，到底想说明什么呢？为什么灭法国那国王要杀9996个和尚，对吧？1万个和尚正好就这师徒4个人正好凑齐，已经杀了9996个，到了寇洪这儿已经摘僧9996个，这2个地方离他不远，是吧？这哪有那么多和尚让他们俩会祸混？一个灭法国，一个是地灵县寇大员外，一个是杀，一个是善待摘僧，就是灵山脚下就这么乱，对吧？没有任何治法度。实际上啊，结合后面凌云渡啊，那个唐僧坐的无底船不就死了吗？你要结合那个看，是不是说明寇洪这儿某种程度上就是寇洪他在这儿他的这个功能啊，实际上他就知道这个唐僧这4个人在那儿要死，像极了啊，这是最后一战，是不是就相当于那个什么临终关怀？哎，叫临终关怀，反正往前你就死了，在这儿他们就想办法把他多留一天是一天，编出各种理由留他多待一天，这个恐怕也是想表达这个，想说明是人世间的美好，对吧？好吃好喝待他，各种表演，各种吹牛，各种对吧？好吃的，就想让他多待15天，再多待15天，再多待15天。如果假如这个唐僧在那待满45天，后面可能还有别的人、别的亲戚找借口留他，挽留他。你就像那个卢俊义在梁山一样，对吧？宋江请他吃3天，吴用请他吃1天，戴宗吃1天，李逵再请他，那些什么对吧？都每个人都请他，这个搞得他在梁山待了4个月嘛，3个月。等他回去的时候，家里已经翻天覆地了，对吧？这个寇洪啊，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意思，哎，就是你前面就要死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和尚真不错，大唐来的，我们有缘，关系不错，所以不忍心让他马上就死，尽力挽留，多待1天是一天。如果说和尚是从寇洪这儿反着走的，往东走，那么和尚在寇
红这样斋僧得到这个他的资助，得到他的供养之后，往灭法国走，到了灭法国被杀了，正好嘛，你看一一对应啊，一一对应。我在想啊，实际上这就跟佛教有关系，就是说和尚啊，很多和尚取经的时候，走到凌云渡不敢过去就反身回去的时候就遇到寇洪啊，这个寇洪就斋僧。招待他，供他吃，供他喝，然后这帮和尚吃完喝完再走，往后走到灭法国被杀了，正好一一对应。你取经这什么意思呢？给人感觉就是你既然到了凌云渡彼岸，你应该到彼岸去，你不去彼岸你也回不去了。你以为你能回，实际上就是死路一条，你已经回不去了。你只有到达彼岸，彼岸有2个方式，一个是独木桥，一个是无底的船，你选吧。这个独木桥你走过去也行，要么坐那无底的船啊。但是呢，绝大部分人不敢走那个独木桥，坐独木桥就死了，掉下去淹死了。所以很多人啊不选，我既不选独木桥，我也不选那个别人渡我给他无底船，我回去。但是他不知道这没有回头路，你以为有回头路，实际上没有回头路。所以你一回去先遇到有人挽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咱们倒过来看啊，寇洪挽留什么意思？挽留你在这多吃，你接着去吧，对不对？别往回走你活不成。结果这些和尚取经的人呢，或者这些和尚修行的人都不敢往前走，因为前面是那个独木桥过不去，所以他们都打退堂鼓，都往回走到灭法国被皇帝杀的啊。当然了，也还有一种解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要9981难，马上要到灵山了，凌云渡那儿过去就到了彼岸极乐世界，所以说难不够，这个时候他只有79难，好像还没到80难，79还是78难了。一看这个数不够就在这儿给他多加1难。那怎么多加的呢？那就是孙悟空自己自导自演，因为孙悟空是最希望取经成功，他自导自演，他啪一吹了一帮强盗出来了，对吧？这帮强盗去把寇洪家搞的这档子事，然后这个穿真儿在船底下恐怕看到的就是孙悟空变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，确实就是穿真儿看到的就是孙悟空变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，就在他们抢杀人的就是猪八戒或者孙悟空，穿真儿什么都看见了，他说的是真的。这么干的目的无非就是给唐僧增加1难，唐僧又被带去坐牢去了，差点杀头。后面孙悟空跑到阴曹地府把那寇洪捞出来，那帮山贼对吧？那帮强盗来无影去无踪，对吧？孙悟空编了个故事说我把人放了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把人打死了，是真强盗啊，打死了那尸首在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对吧？孙悟空说得好，我把人放了没了，你找去吧，是谁我也不知道，找也找不着，销不了案，那只能说明啊，那个就是孙悟空自己变的，毫毛一变，然后现在毫毛一收，人没了，对吧？你死无对证，找不着人，尸体都没有，但是这也是种可能啊，就是这一难是孙悟空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寇洪得到个什么好处呢？寇洪是地藏王菩萨给他延了12年，延寿啊，延12年，就变成他76岁要死。所以说这个你看你自己怎么去理解啊？怎么去理解？那到了就是这是到灵山的最后一关，也不叫或者倒数第2关嘛，因为前面就是凌云渡河，渡过去就过去了，那就相当于是这是最后一关。因为凌云渡那个没有妖，你知道吧？只是自己跟自己渡啊，过天险。那这个寇员外这儿就是最后一难，你也可以说是数不够，孙悟空为了完成取经任务，只好在这儿加1难，没办法，自导自演。因为后面啊，观音菩萨一算少1难，赶紧安排人，你赶紧去，对吧？在前面给他造1难，否则来不及。9981难少1难，所以说我估计啊，就是孙悟空一看难不够，一算还差好几个，对不对？在这安排一个，这也有可能啊。